你陪老友記去見物理治療師，做咗一輪運動啦。跟住過幾日，你問老友記，你有冇做到物理治療師教你做踢腳嗰個運動啊？佢答你：好攰啊，遲啲先啦。唔記得咗啦，做嚟都冇用嘅。身為照顧者嘅你會點做呢？今集我哋會講下物理治療。喺第一個部分，我哋會講下點解長者會抗拒做物理治療，又或者喺屋企做練習啦。之後會講一啲溝通嘅技巧，最後會講廣東話嘅詞彙，希望可以幫到你啦。頭先呢，我哋就講到話有啲長者會抗拒做物理治療，或者返去屋企咧繼續做練習。你唔知道點樣做，其實第一步咧就要明白佢哋抗拒嘅原因，身體嘅痛楚同埋恐懼。好多時做物理治療嗰陣喐嘅地方就係老人家平時痛嘅位置。對於老人家嚟講，痛就代表受傷，佢哋會驚越喐越受傷，所以寧願就唔喐啦。進度太慢，見唔到即時效果。平時咧，我哋食藥可能半個鐘就會退燒，但係做物理治療可能要做幾個禮拜先會見到有成效。譬如係可能行落樓梯會好啲。老人家好容易就覺得做咗咁耐都係咁嘅，係咪呃人㗎？都冇用嘅。動作太複雜，記唔到啊！物理治療師教咗幾個動作，每個動作要重複幾多次，呼吸要點樣配合，手要放喺邊度。對於記憶力開始退化嘅老人家嚟講，其實係好大壓力嘅一件事嚟㗎。怕醜或者係自尊心。喺物理治療中心，有好多人見到自己行得好差，又或者係平衡唔到。老人家會覺得自己好冇用，產生挫折感，唔明白嗰個動作嘅目的。佢哋可能以為物理治療只係做運動，唔知道原來佢哋係練緊嗰嚿肌肉，亦都聯繫唔到原來練緊嗰嚿肌肉其實係可以幫佢哋第時可以自己去廁所或者自己行，唔使人哋扶。好啦，而家我哋知道咗佢哋抗拒嘅原因，又可以點樣幫佢哋呢？係唔係就咁提醒佢哋？醫生話要做㗎，咁就得啦。身體嘅痛楚同埋恐懼，痛先有用㗎嘛，忍下啦，唔喐仲痛啊！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更加需要幫佢哋建立安全感。你可以試下咁樣同佢講啊，媽咪啊，我知道你驚整親。做物理治療嗰啲運動嗰陣呢，可能會覺得有少少酸軟啊，或者拉緊嘅感覺。其實呢種感覺係話俾你聽，肌肉喺度做緊嘢啊。如果你係痛到好似俾針吉咁，又或者係突然抽筋，我哋就即刻停，唔會夾硬嚟。我哋繼續試下啊！進度太慢，醫生話你要做3個月先有用㗎。你而家先做得嗰幾日，梗係冇用啦。不如試下咁樣同佢講，爹哋啊，我知道你想快啲行得返。物理治療咧，其實就好似儲錢咁，每日儲少少，儲少少。你睇下，前幾日你要我扶先可以企喺度，今日你自己扶住張凳就可以企到5秒啦。呢5秒就係進步啦。甚至你可以幫佢做一個記錄，每一次完成到一個目標就寫低佢，將一個大嘅目標幫佢手拆成為唔同細嘅目標。動作太難記，頭先物理治療師咪教你咁樣轉咯，你都記唔到嘅。呢幾個動作咧，真係好難記啊！不如咁啦，我幫你影低佢，
跟住我哋一路睇一路做，又或者你可以做一啲視覺嘅提示，譬如喺老人家做運動坐嗰個位前面貼一張好大嘅紙，好簡單咁寫低佢要做嘅運動。怕醜或者挫敗感，個個老人家都係咁練㗎啦，你怕咩醜減咩戒啫？係咯，喺物理治療中心嗰度咁多人睇住，真係會有啲緊張㗎。返到屋企，我哋閂埋房門，慢慢試。就算做唔到，都冇人睇到，得我同你，我哋可以慢慢練到熟晒。下次返到嚟治療中心呢度，咪唔使怕咯。咁樣就可以保護長者嘅尊嚴，等佢哋喺安全嘅空間嗰度練習。唔明白針對嘅目的，你要做多啲運動，肌肉先唔會萎縮㗎。其實最重要係俾長者明白嗰個原動力。諗一諗，長者最想做嘅一件事係咪想去茶樓飲茶，或者可以抱到個孫去公園嗰度行下，將呢啲運動嘅目標連結喺佢哋嘅原動力嗰度。媽咪啊，上次你咪話好想參加表哥嗰個婚禮嘅，只要我哋好好咁樣練好呢啲運動，到時你就可以唔使拐杖咁行去參加表哥嘅婚禮啦。我哋為咗去飲嗰餐，再練多10分鐘好唔好啊？復康嘅過程一啲都唔容易，最難嘅其實係情緒。老人家可能會話：我都話冇用咯，唔做啦。首先要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我知道呢，練習係好辛苦啊，又痛又悶。如果係我都會覺得好煩啊。不如我哋休息10分鐘，飲杯暖水，等你唞一陣，我哋繼續。當老友記完全係做唔到成套動作嗰陣時，或者唔好逼佢做晒成套動作，同佢講：今日呢，我哋唔做30分鐘，我哋淨係做5分鐘。時間越短，動作越少，老人家越容易開始。做咗好過冇做，呢個原則。同埋呢，通常開始咗5分鐘，心情放鬆咗，就容易啲做埋落去㗎啦。你試過晒以上嘅方法，但係老人家今日真係好攰啊，咁就由得佢休息一日，停一日唔代表失敗，聽日再試過。你可以咁樣同佢講：睇嚟你今日真係好攰啊，唔緊要，每個人都有狀態唔好嘅時候。我哋今日早啲休息，早啲瞓，聽日我哋再一齊試過，好唔好啊？好多時老友記嘅復康過程唔係1-2日嘅事。身為照顧者，你更加要好好咁樣照顧自己嘅身心健康啊！第一，設定界線，淨係限定咗一個同佢一齊做復康治療嘅時間，其餘嘅時間你做返佢嘅仔女。揾外援，有冇其他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可以幫到手啦？又或者有冇一啲日間可以照顧老人家嘅中心，又可以幫下手做下物理治療，減輕下你嘅重擔啦？自我肯定，就算你見到老人家好似冇咩進步咁，記住都唔係你嘅錯。復康嘅進度根本就係會有陣時有高有低，有起有落。其實陪老人家去做物理治療、做復康治療，最重要嘅係俾佢知道你喺身邊陪住佢，所以記得要先照顧好自己，先有力量去照顧你愛嘅人啊！呢一個部分，我哋會講下唔同嘅廣東話詞彙、基本人物同埋地方。物理治療師，今日我哋要去見物理治療師啊！診所，我哋去診所做治療。復康中心，我哋約咗物理治療師喺復康中心度做物理治療啊！
常見嘅問題或者病況。痛，你邊度痛啊？跌親，你幾時跌親㗎？扭親，你喺邊度扭親㗎？發炎，次數或者頻率，做幾多次，做幾多組。希望今集講嘅嘢可以幫到你，下次再見，拜拜。